Hello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一個系列呢，會講好多傳奇人物嘅小時候故事。今日要介紹嘅人物就係李小龍，大家知唔知道佢係邊個呢？冇錯啦，佢就係知名武術家同功夫片演員。李小龍呢，係出世喺美國嘅舊金山。佢爸爸媽媽幫佢改咗個名叫做李正範，而佢嘅英文名呢，就係 Bruce。後來佢以 Bruce Lee 同埋李小龍聞名世界。佢哋全家搬返香港嘅時候，李小龍年紀仲係好細。佢嘅爸爸係知名嘅粵劇明星，冇耐李小龍都跟住佢爸爸嘅腳步，成為咗童星，參與各種嘅演出。李小龍唔鍾意返學，不過佢對於武術非常感興趣，佢好想了解中國功夫詠春拳嘅奧秘，於是就跟咗位老師傅認真學習。李小龍擅長嘅嘢好多㗎，有拳擊、西洋劍同 cha-cha 舞。cha-cha 係當時大家都好想學嘅拉丁舞蹈，李小龍係一個跳 cha-cha 舞嘅高手啊！不過李小龍都成日闖禍，佢喺街上面同其他人打交，仲同當地嘅幫派混埋一齊。於是爸爸媽媽決定將李小龍送返去美國，遠離紛爭同麻煩。喺佢離開香港嘅前一晚，李小龍發誓要改變自己。佢知道唯有勇敢承認錯誤，先至能夠真正被原諒。渡過咗太平洋嘅李小龍成為咗一位 cha-cha 舞老師。喺美國，佢收集哲學，仲收咗一啲學生，開始教詠春拳。李小龍一畢業就喺美國西岸開設咗3間武術館。佢融合咗過去所學嘅精華，創造出自己獨門嘅格鬥技法——截拳道。佢嘅攻擊同反應速度非常快，快到有一次喺11秒之內，只係用咗15拳同一個踢腳就擊倒咗對手。傳聞話李小龍仲可以喺半空中用筷子接住1粒米啊！有一日，李小龍得到咗喺電視劇入邊演出嘅機會，佢非常努力想闖進荷里活嘅大熒幕。於是返到香港拍咗第一部武術電影，仲做主角添。李小龍打鬥嘅模樣兼具武者嘅優雅同演員嘅魅力，佢甚至能夠自己編寫、導演同製作電影。李小龍令到武術大大流行，終於獲得夢寐以求嘅機會，喺荷里活邀請佢喺電影《龍爭虎鬥》入邊扮演李先生。呢部片係功夫電影嘅代表作，亦都令佢成為有史以嚟最有名嘅亞裔電影明星。小不點李小龍相信自己，從不輕易放棄。最後佢唔止成為每個人眼中嘅英雄，亦都成為佢從細到大都夢想成為嘅人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啦。聽日我哋又會介紹另一個小不點人物㗎啦，拜拜。